跳桥，就是竹子做的哈，你看竹头弯弯的，你看，这活动唔有几点无？这讲白讲叫做暗宫啊。哦，四湖代表兵马俑，内底有水的，灵旗附着在那个水，不是拜那个湖，是拜水湖中水附着的灵体。巡查神，那带兵进出的管道，这吊桥，就像一座桥。那个叫兵马俑，会哨站。守护部落的。感恩啊，唔系帮忙介绍一下，谢谢啊。讲有做姓潘的人咧管的，姓潘的人咧管理的吼。姓潘的住伫对。是部落学堂哟，当时。会去迄上。这叫正式啊，公这里面有正式拜阿里姆。干啊，这阿里干啊，阿里湖，还有拜槟榔呢哈。拜槟榔迄什么酒啊？米酒哟。哎哟，有米酒槟榔呢哈。槟榔米酒安尼足简单的哦，是。你若有需要，你若有需要要来会指点的哦，会帮忙的哦。感恩有初15拜拜哦。初15爱换呢，换青是初15呢。是透早还是？透早来才拜。是。这间是拜巡查神的啦，巡查神的。有正式拜阿里姆，另外这一间是拜巡查神。巡查神。好，谢谢。你看那个铁笼围城的地方，那个里面的四湖叫兵马俑，就是相当于那个兵马俑。它那个卫哨站是角头公社的卫哨站。那个竹子的上面弯弯的，你看竹头弯弯的那个，这个叫跳桥呢，是巡查神带兵进出的管道。巡查神领兵进出的管道。这个管道连接兵马俑卫哨站。你看连接到这个巡查神拜巡查神的空间。是啊，感恩啊。大公界还佫有拜啥物这太祖的呢？太祖李德军。一般拢有拜阿里母。敢会使讲阿里祖？会啊。会使阿里母阿里祖，拢会使讲。谢。无落套人做祖，祖就包括查某的。是阿里祖。阿里母阿里祖